共款嘛是环保的议题，提出乡亲废电池唔通乌白弹，有可能会引起火灾。来讲高雄环保局呢，伊统计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5件民众将这个电池当作粪扫乌白弹，造成粪扫车甲回收场导火意外。刚才有及时呢将火拍花，无造成重大的事故。这环保局是提醒乡亲，你若乌白弹电池依法会使罚1200块到6000块，若无希望罚钱，咱乡亲会使摕废电池去超商回收。回收场内底粪扫导火，大家拢足紧张的。好在家在已经拍花，无引起更较严重的灾害。这是今年2月发生伫高雄市的人米主管回收场，造成火灾原因是锂电池。那抓斗车在抓取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会造成摩擦的关系，造成锂电池会有起火现象发生。环保局表示，到目前为止，拢总有5摆民众乱弹电池，造成粪扫车和主管回收场导火。2月有1摆，6月伫南阳主管回收场有2摆，5月和7月南区主管细分选场嘛有。你看这鸦片，锂电池若是去崩掉、跌掉，就可能爆炸导火。如果民众没有做好资源回收的分类的部分，那罚款的部分是从新台币的1200块到6000元。废电池袂当乱弹，上悬会当罚6000块。会当回收废电池的所在，亲像主管回收车，还佫有超商、3C 连锁大卖场，拢会当多多利用。